来看渔业署举办金港渔港比赛，其中宜兰的南方澳渔港唔但摕到3粒星，阁摕到新比克严选奖。这摆嘛有80万人参加特别奖的投票，是中华王金渔港阁再摕到最佳人气奖。渔港是渔船停靠、渔港组是渔会交易的场所，嘛是民众亲海的好所在。渔业署举办金港渔港评鉴，宜兰县南方澳渔港60港区摒扫实施渔业台卖分开，摕到今年上大奖3星肯定，阁得到秘密客严选奖。那对内官府讲，对外国渔港嘛真照顾。苏澳区渔会其实也是全国首创第一个，就是提供热水淋浴。前3年也是配合渔业署的政策，在南宁市场就是渔工比较聚集、比较密集的地方，也设置了7间简易式的热水淋浴间，使用的状况也非常的良好。今日摕到2星的中华王金渔港，是民众票选上悬，再度连任最佳人气奖。中华农业署讲，王金渔港是海钓港。退老的时阵，条件带有丰富生态，有丰富的景致、灯塔，甲上青的鱼啊，真适合观光旅游。官府嘛举办活动，请大家来到老列。积极的来行销我们王功渔港。我们每年像今年在7月15、16日就会即将举办王功渔火节。那我们还有长达就是1000人考科的活动。全国220个渔港，今年有40个渔港参加金港渔港选拔。渔业署讲，营造渔港多元使用，提升渔港环境美观，卖当予渔港正做民众亲海佚佗的所在。今年得到上冠级3星的渔港，拢总有10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